后来乡亲啊，继续要来讲这个内阁改组的名单，本来是今仔日要来公布，讲之所以牵着时间，是因为卫福部长邱泰源无愿意交这个请示批，伊甚至甲院长来强调讲，伊无认为家己无责任。啊，邱泰源面对这种的传闻是快闪，讲感谢关心。 这一波，有没有想要求见赖总统？谢谢大家的关心。讲连续10摆都受关心，卫福部长邱泰源对敢的请示落台，拢无正面回应，赶紧行入会场内底。觉得自己不会不适任，对不对？我想部长的这一个努力大家都有目共睹，执政团队都会做最好的安排。谢谢。市长有做好准备接棒的准备了？这个都是传言，不是事实。 就算有人小听，不过根据平面媒体讲，伫咧这一张内阁改组名单内底，传出行政院长到英台22号捌对邱泰源约谈过，有意思爱移交请示批。不过邱泰源当场拒绝，强调无认为家己无责任，嘛传出这几天伊想要去赖清德，想要当面讲家己有认真伫咧做，嘛提出改组进度原本伫咧今仔日就要公布名单，煞搁拖着时间。 所有正式的内阁人事的调整都是从昨天才开始的。不过这个礼拜内，我一定会完成新的内阁人事、重要的内阁人事的调整名单。部长有接获就是有可能要接掌经济部长的消息吗？已经获得征询了吗？面对追问，笑笑无加讲。除了金明兴可能接经济部，国委会主委刘建清和行政院政务副秘书长王桂莲传出可能失职，就伫咧对英台防控留落来，内阁新的名单，上紧伫咧拜三真紧就知。 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